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这件是台南市议长的竞争真激烈。这个25号就要来选议长咯，各方的势力是暗中互相咧拼斗。就伫这个关键时刻，甲议长郭信良关系真好的民进党的议员吴通良，伊徛伫个6家工厂，门窗玻璃出现一空可疑的枪空，莫非是有人开枪甲警告？这警方到场采证。确定无火药的反应，而且迄个空嘛比枪支比钢珠加真大空，所以初步排除互人开枪。目前是甲附近的监视器总调出来，要进一步来清查。玻璃有一空，而且佫有壁唇，看起来是枪空。防攻击的是民进党台南市议员吴通良伫6家稀土啊工厂，工厂的员工照常作业，不过防攻击的所在已经有封锁线。大概12点44分的时候，保全人员拍电话给我，我唔知感觉讲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？你可以叫他去看卖啊。这件技术枪击案发生伫20号半暝，工厂雄雄有警铃声，保全人员行过巡，发现工厂后壁的玻璃有一个可疑的枪孔，通报了警方嘛到场采证。一般高速子弹穿破玻璃的状态，它有呈现同心圆，可是呢这边都不是，这是长条形的，这铅筒全部都是呈现阴性反应，排除枪击。警方表示，伫现场无发现枪支、钢珠啊，或者是 BB 弹啊，初步采证排除是枪击。只是25号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特别选举，即摆嘛有各方的势力，伫这个敏感时刻传出亲政国会和议长郭信良真好的吴通良，伊的稀土工厂的玻璃出现一空，嘛不便互外界产生联想。选议长的代志，我没有接到任何的什么电话，也都没有。一般的就会联想到讲是不是跟选举有关呢？我想应该不至于吧。铁柱啊，怎啊拍袂到鸟啊，怎啊飞来玻璃。吴通良认为，窗仔门的代志单纯是意外，为着要较谨慎嘞，警方嘛伫现场无记物件拍入去的角度，怀疑是有物件讲破玻璃了后，搁弹去室外。目前嘛咧调路口的监视器，要来了解可疑的人车，嘛要尽全力来了解案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